兄弟喺邊？在我女朋友家呢，在看他小時候的照片。嘿，你們廣東人真有趣啊！這小時候居然會同個魚缸合影啊嘛，跟住張相就變咗有珠江色地板、紅電視櫃同埋紅木梳化啊嘛。你前任？唉，呢啲屋企相廣東人細個統一噶嘛，元素都差唔多嘅，或者就有啲同桃花年家合影嘅相。哇，這還有一張，好多兄弟姊妹企埋一齊嘅喺個花園度啊嘛，應該係過年嗰陣影嘅。喂，你又知道統一噶嘛？影完呢張之後就每一個人輪流影，同屋企嘅鐵門合影嘅。哇，還有他小時候嘅玩具，有一個這個馬騮啊嘛，手腳可以黐埋攬頭攬頸啊嘛。哇，這裡還有一件雞仔乜保暖衣啊嘛，廣東亞 B 省服。哇！這個你肯定未見過，一個不倒翁，海豚不倒翁啊嘛，我唔記得咗邊度買嘅，但係好似幾乎個個都有嘅咩？你們這統一得有點過分啦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傾童年好有共鳴嘅，幾乎都一樣嘅。不聊啦，要睡啦，明早他姐帶小孩來聚餐啦。哦，咁呢個小朋友要執行每一個廣東人細個都做過嘅任務，啥呀？陪大人飲茶。養足精神啊！你聽朝就要抱佢睇魚魚嘅。